市这两天落大雨，道民众徛倒摆日路的，看到新浦的点仔加路开始变做白色，落搁再积水，怀疑讲敢会是落差。市政局用工处接到通报了，头一个时间来到现场勘查，怀疑讲可能是有车驶经过，用清洁剂或者是垃圾水，互水冲到涂骹了后，才会变做安尼。 车驶过路顶个就出现长长的链仔粉叶，规个白白，真侪人看到拢讲，敢讲是涂骹的飘线落差啦。如果会滑倒，很危险啊！特惊本来是佫骨的路，会变甲佫较危险，真侪人骑车拢超工放慢速度。相关的单位接到通报，随过去现场勘验，结果发现是误会。关于路面上的一个白色的泡沫，看起来应该是在路面上面车子会掉落一些清洁剂或者是一些化学药剂。 那遇到水之后，经过车辆的挤压产生的泡沫。强调目前用的材料绝对袂出现飘线落差的情形。不过经过长时间日头一直晒，车搁位顶会晒过，就可能会闭起变做一块一块。若是顺路的时阵有发现，会赶紧甲修理好。唔那安尼，真侪人嘛拢讲，路的飘线伫落雨天较危险的，因为卡骨定定害机车刹车、滑倒啊、受伤之类的这样子。不管是走路还是骑车、骑脚踏车，其实都蛮容易发生的。用工处嘛强调过。 其拢用风骨指数45 ppm 呢，不过为今年开始，拢改用日本标准65 ppm 呢，是目前全台湾上悬的，真明显有互事故变少。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落雨天涂骹较骨，骑车、驶车一定拢爱放慢速度。记者综合报道。